正大消息来看，民进党总统初选的民调，今仔日是最后一天。蔡总统无走行程，是伫总统府内处理国事。赖清德离最后一场公开的行程，是针对着网络批评伊是台独的金孙来背回。赖清德讲，伊毋是金孙，这的攻击拢毋是事实。美国是台湾在国际上最重要的战略跟经贸的伙伴。 总统蔡文伫府内接见，继续拍台美牌。台美关系已经达到近年来最好的状态。在双方的努力之下呢，台湾办理美国事务的代表机构已经从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党内竞争进入最后阶段，双方支持者互相咧攻击。 一边讲蔡英文的学历有问题，一边讲赖清德是独派金孙，这些杜英台要求要停止。所以网络上讲我是金孙，甲我讲较多一点好，这拢毋是事实。 民调公布前最后一场行程，赖清德要澄清谣言，结果刻意说我是金孙，然后在社会上造成误解，没有必要嘛，不要再用这种莫须有的名字来称呼我。唔知是忝还是有委屈，赖清德目眶红红。蔡文虽然为国事咧无用，不过双方拢是透过行动，伫初选前拍拼到最后一刻。